2026金沙中國澳門國際10公里長跑賽將會喺3月15號起跑，比賽當日凌晨5點可以入場。跑手可以經由設於何鴻燊博士大馬路、西環湖景大馬路同孫逸仙大馬路4個入口進入儲物區同埋熱身區。入場前請將號碼布扣於胸前。10公里儲物時間由5點半至到6點45分，歡樂跑儲物時間由5點半至到7點20分。超時係唔接受儲物嘅，組委會亦都唔會對冇喺儲存喺儲物處嘅物品作任何處理。跑手請根據參賽項目進行儲物，儲物時必須用大會嘅儲物袋並插好行李牌，然後根據自己嘅參賽項目按時進入起跑區。10公里截止進入起跑區時間係6點50分，歡樂跑截止進入起跑區時間係7點20分。10公里長跑賽將會喺早上7點正起跑，參賽者必須喺8點40分前完成賽事。歡樂跑將會喺早上7點40分起跑，參賽者必須於8點55分前完成賽事。完成賽事後，請領取賽事獎牌同紀念毛巾。對面嘅出口可以通向領物處，領物時間由早上8點20分至11點。領物處位於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游泳館。頒獎儀式將於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室內體育館舉行，優勝者可以到室內體育館正門集合，準備領獎。歡迎各位參加者為得獎跑手打打氣，祝各位有愉快嘅參賽體驗，取得好成績。